基金資助嘅次數不限，但係每一間企業所獲得嘅累計資助上限係100萬港幣嘅，係啦，咁啊由之前嗰80萬咧已經 upgrade 咗做100萬噶啦，同埋涉及申請建立或者優化申請企業擁有嘅公司網站流動應用程式嘅活動資助上限為每家企業累計資助上限50%，已經獲資助或者建立優化公司網站或者流動應用程式之後嘅2年之內咧，該申請企業嘅有關公司網站流動應用程式嘅新申請咧就唔會被接納嘅。嗱，咁政府咧都有每宗嘅資助上限嘅，咁喺呢度寫住每宗申請的資助上限，每宗申請只可以涵蓋參與一項推廣活動嘅相關開支。咁啊，每宗成功獲批的申請最高資助額就係以1:3嘅配對模式。點為之1:3咧？就係話政府可以出1蚊，假設你係出3蚊嘅話，係啦，1:3。